聖經詩篇54篇嘅第7節，他從一切的急難中把我救出來，我的眼睛也看見了我的仇敵遭報。嗱，呢度俾我哋見到當日詩人同神之間嘅嗰個關係，佢在急難中佢求告神，神在急難當中將佢救出來。希望我哋每一位都有一位咁嘅神可以救我哋，信耶穌得永生。神呢位耶穌基督可以幫助我哋。詩人都話佢嘅眼睛見到佢仇敵遭報，即係話原來神亦都喺佢嘅人生嘅裏邊彰顯神嘅公義，逼迫佢嘅佢唔需要自己嚟到去報仇，佢見到神嘅公義嘅神嚟到去懲罰呢啲嘅惡人。求主幫助我哋，今日我哋喺世上都有不公不義嘅事臨到我哋身上，我哋禱告神，將我哋嘅患難交俾神，求主伸張正義，求主施恩，求主拯救，求主恩待憐憫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